过年期间，民众来去，疾管署讲，目前是肠仔病毒抑个诺如病毒的流行期，民众出门行时阵就要注意卫生。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这鼻腔流感有加起来趋势，好民众若准也要去注这流感的预防针，要赶紧去注，特别是高风险族群。这礼拜开工开学，疾管署提醒，肠仔病毒甲诺如病毒正咧流行，尤其诺如病毒即马伫国际上的疫情，今年是最近5年来上严重的。目前全国最近4个礼拜接到122件歹巴倒的群聚通报，内底诺如病毒占8成，尤其是这段期间开工开学含经济活动，人甲人之间的接触会较接。所以要特别注意，它的这个传播途径大概就是透过饮食跟人际接触哈。那饮食的部分，除了是可能透过料理的过程中，由这个餐饮料理的人把这个身上带有的病毒传入到食物当中之外，也可能透过鱼贝类，特别像是生蚝这样方式没有煮熟的鱼贝类而传播。另外，疾管署也讲，过年期间流感无压起来，不过有观察到 B 型流感的疫情有升悬的趋势。若有出现发烧甲规身躯无力的症状，爱紧去予医生看。不过，在 B 型流感它的这个特征比较常会感染这个儿童跟青少年之外呢，它跟 A 型流感比较，它可能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小腿剧烈的酸痛，那有可能有导致这个急性肌炎也就是肌肉发炎的情形那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甚至可能会出现横纹肌溶解的状况。疾管署呼吁民众爱较食用杀蚊洗手，才会当避免感染。若高风险族群、老大人含厝内底有红婴仔的民众，也未做流感含新冠预防针的，爱紧去做。流感预防针目前也有8万外档，新冠预防针嘛扩大全民注射，时间延长至4月底。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